联合国人权负责人巴切莱特访问东突厥斯坦后，西方政府与人权活动人士呼吁联合国尽快发布期待已久的人权报告。巴切莱特办公室发言人证实，该报告将根据这次访问的互动和观察进行更新，一旦定稿，将在公布之前与中国当局分享，就时事评论征求意见。6月2日，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代表团走访了瑞士，会见了瑞士政府官员、外交部官员和议会议员。世维会主席多勒昆艾莎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谈到，此次瑞士之行的目的是督促瑞士政府和议员与其他欧洲国家一样，承认中共在进行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。美国和欧盟在半数前点燃蜡烛，表明纪念天安门广场镇压33周年。中共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提醒西方驻港领事馆不要就6·4事件表态，激起了多国强烈的反应。韩国军方报告称，朝鲜周日凌晨发射了8枚短程弹道导弹，这是朝鲜今年进行的第18轮导弹发射。大部分导弹是从该国位于顺安的主要国际机场发射的，目前还没有关于发射的进一步消息。据法新社报道，一架中国战斗机鲁莽地拦截了一架澳大利亚侦察机，在突然飞过之前非常靠近并发射了带光信号弹。澳大利亚指责了中国空军的危险拦截行为。据澳大利亚总理说，澳大利亚的行为符合国际法，并行使了在国际水域的自由航行和空域飞行的权利。当地时间5日，哈萨克斯坦就宪法修正案举行了全民投票。总统托卡耶夫在投票结束后表示，对国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，民众将做出决定性的选择。作为哈萨克斯坦全面改革的一部分，本次宪法修正涉及对现行宪法30多处修订和补充。